再来看美国的川普政府最近决定讲要甲5个犯着重罪的非法移民送到非洲南部的国家施瓦蒂尼，这嘛引起批评。反对的人是讲无应该甲施瓦蒂尼当作是川普的粪扫场。另外，川普又阁提出讲要来重启恶魔岛加压。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嘛美讲这款提议实在是讲甲袂白章。和美国合作对路怪物的5个按古巴、牙买加、寮国、越南甲也门来的移民，防以犯罪非法移民的罪名困捉出境，所要遣送去的国家，却是非洲南部内陆国斯瓦蒂尼。这个事件引起全非洲的愤怒。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因为部分困捉的对象是由原母国来拒绝接受，再送来第三国。根据 CNN 报道，这5个移民因为所犯的是性侵儿童，也是谋杀这款暴力犯罪，受到定罪。虽然美国官员承认，这款罪犯已经引起非洲各国安全的忧疑，不过讲因是向单独关伫施瓦蒂尼的监狱内底，所以未对非洲各国也是当地的民众造成威胁。不过施瓦蒂尼的反对人士批评讲，完全无法度接受美国把施瓦蒂尼当作收留这款罪犯的粪扫场。We condemn that the bringing of hardcore convicts to our country to mix with our young convicts who still have a chance of to be rehabilitated. We can approach the court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r any other legal institutions to possibly complain. 另外，川普伫5月8讲，要重新使用伫旧金山湾的恶魔岛联邦监狱来关押美国的同罪犯甲非法移民。美国司法部长邦迪甲内政部长白宫伫17顶岛视察，受到众议院前议长菲洛西批评讲，这是上界歹的建议。长期研究恶魔岛的专家讲，恶魔岛的设施已经无法度使用，要使用恶魔岛是一项大工程。伊伫1963年修起来了，转型做博物馆甲观光景点。目前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咧掌管，每年所接待的游客有超过100万，所以若是要改做监狱，嘛需要国会表决来通过。征收甲重建的费用嘛会开真侪钱。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